呢一條短片，我將會同大家一齊坐張凳上邊，一齊做7分鐘鍛鍊嘅運動，提升我哋雙腿嘅肌力。大家好，我係 Alison， 係你嘅伸展導師，歡迎大家嚟到我嘅頻道伸展生活。你有冇覺得雙腿咧係唔夠力？又或者咧覺得個膝頭哥咧係有痛？有可能由於咧你雙腿嘅肌肉咧唔夠。呢條短片我將會教大家好簡單坐喺張凳上邊，一齊做7分鐘鍛鍊嘅運動，全面提升我哋雙腿嘅肌力。當中係包括我哋嘅大腿前側嘅股四頭肌、大腿後側嘅膕繩肌、內側嘅內收肌群，同埋外側嘅股外側肌，仲有我哋小腿嘅肌肉。當中咧係有10個嘅動作，而每個動作咧就係40秒嘅，而當中咧係有5秒休息嘅時間。開始之前記得訂閱我嘅頻道，同朋友分享。第一個動作咧係我哋咧首先做一個踏步，我哋兩隻手擺喺身體嘅前方，跟住我哋個人係要坐直，跟住咧我哋就係踏步啦。呢個動作咧係可以咧鍛鍊到我哋雙腿同埋我哋髖屈肌群，你會覺得咧兩隻腳咧係收緊嘅。如果你想個難度係提高咧，你可以將隻手咧係擺高少少。又或者咧，你都可以咧，兩腿咧係箍住個沙包，大概係1至到2公斤。記得個人咧係要坐直。跟住咧，我哋咧就做我哋兩隻腳咧係提起啦，跟住打開。提起翻嚟，提起打開，提起翻嚟，你會感覺到咧，你雙腿啦，同埋雙腿嘅外側咧，都會係收緊嘅。呢個動作咧，同時可以練到我哋大腿外側嘅肌肉，係啦，記得提起翻嚟，提起打開，我哋要提起先至翻嚟，提起先打開。你會感覺咧係會強烈啲嘅，唔好就咁樣開山，我哋要提起打開，提起翻嚟。下個動作咧，我練我哋嘅內收，兩隻手擺喺我哋嘅膝頭哥內側，跟住我哋打開，隻手咧向外推，而兩個膝頭哥呢兩個雙腿向內。一個對抗嘅感覺，跟住翻嚟，我哋打開手同隻腳係對抗嘅，跟住翻嚟打開，停一停，1、2、3，翻嚟打開手同腳鬥力，1、2、3，翻嚟打開，你會覺得你嘅內收肌群咧係收緊嘅，咁就啱啦。1、2、3，翻嚟打開，翻嚟。打開，停住，1、2、3，翻嚟。下個動作咧，我哋就鍛鍊我哋大腿前側嘅肌肉股四頭肌。我示範做左腿先，我左腿提起，腳趾向住天花板，收緊我哋大腿前側嘅肌肉，維持3秒，1、2、3，跟住落翻嚟放鬆，提起，腳趾向天花板。收緊我哋大腿前側嘅肌肉，1、2、3，落嚟放鬆，提起腳趾向天花板，收緊1、2、3，落嚟放鬆，提起腳趾向天花板，收緊1、2、3，落嚟放鬆，提起腳趾向天花板，收緊落嚟放鬆。然之後我示範做右腿，我將右腿提起，腳趾向天花板。你想感覺強烈啲嘅，你可以提起你個右腿離開張凳，跟住落嚟放鬆，提起腳趾向天花板，收緊我哋大腿前側肌肉，1、2、3，落嚟放鬆，提起腳趾向天花板，提起我哋嘅右腿，1、2、3，落嚟放鬆，提起腳趾向天花板，收緊1、2、3，落嚟放鬆。提起腳趾向天花板，1、2、3，落嚟放鬆。提起腳趾向天花板，收緊落嚟。
下個動作咧，我就練我哋大腿前側嘅肌肉。首先我示範做左腿先，左腿收埋嚟，跟住掗出去，停一停，收埋嚟，掗出去，收埋嚟，掗出去嘅時候咧，我哋用我哋大腿前側嘅肌肉，你會感覺到咧，你大腿嘅肌肉咧都係收緊嘅，咁就啱啦。我哋收埋嚟，掗出去，掗出去，停一停，跟住翻嚟，掗出去，翻嚟。跟住右腿咧，我示範咧，你可以用一條嘅彈力帶箍住你右腿，咁你感覺咧係會強力啲嘅。你係收埋嚟，掗出去，你可以喺網上邊咧都買到彈力帶。如果你冇嘅話咧，你係可以用翻唔用彈力帶提升左腿嘅方法。如果有嘅咧，呢個方法咧都係好好嘅。用條彈力帶一掗出去，你會感覺咧係強力啲。用多啲嘅力，可以效果咧係更加明顯。掗出去時停停，翻嚟，掗出去。跟住下個動作咧，我哋咧就係個人坐出少少啦。我哋咧就係示範做左腿先。咁我哋右手咧係扶住張凳，我哋掗出去。掗出去，當我哋呼氣時就掗出去，係啦，你掗出去嗰時候咧，你係用多啲大腿後側嘅肌肉。但係我哋記得個人咧係唔好咧咁樣彎晒過去喎，係啦，掗出去。如果你話咧，你覺得好攰嘅咧，你可以咧隻腳咧唔好擺咁高。跟住我示範做右腿，跟住咧我哋右腳收埋嚟，跟住掗出去。當你掗出去嗰時候咧，係用啲力而停一停，你感覺到大腿後側係用力嘅。如果你想感覺強烈啲咧，你可以用一個沙包咧嚟到箍住喺個小腿嗰度，咁樣你咧就會覺得咧係會強烈啲嘅。最後一個動作咧係鍛鍊我哋小腿嘅肌肉。首先我哋提下你嘅腳踭，你覺得小腿係有收緊嘅，停一停，一、2、3，跟住我哋腳踭踩地，提起我哋嘅腳趾，你覺得小腿外側係收緊嘅，亦都係停一停。跟住我哋腳踭提起，停一停，一、2、3，跟住腳踭踩地下，提起腳趾，停一停，一、2、3。呢個動作咧可以咧係增加我哋小腿嘅肌力，同時咧亦都可以咧係增加我哋腳腕嘅活動能力。所以你可以咧隨時坐喺度嗰陣時候咧都可以做呢個動作嘅。話咁快，我哋做完咗7分鐘嘅鍛鍊運動，大家有冇覺得有啲攰呢？你可以一日做2至3組，分開，早上做一組，晚上做一組。你做咗4至6個星期，你就會感覺到雙腿嘅肌力咧係有增加嘅。我希望大家中意條短片，記得訂閱我個頻道，同朋友分享，歡迎留言，記得按個鐘仔，當有新片嘅時候提示你。拜拜。